有收視王之稱嘅台灣知名主持人沈玉琳抗癌7個月，近日終於迎嚟好消息，正式復工。舊年7月，沈玉琳喺屋企突然感到身體不適，被家人緊急送院，點知直接入咗 ICU， 足足搶救咗9日。醫生證實佢不幸患上血癌，之後佢宣布全面停工，接受高強度化療同標靶治療。回想喺 ICU 嘅嗰段日子，大小二便都要靠護工幫手，佢直言覺得好失禮。不過好彩最後都大步攬過，總算執翻條命。沈玉琳感嘆，啱入院嘅時候，每日都上網查各種治療方法，但係點知演算法就不停推送啲最極端嘅壞案例俾佢，搞到佢愈查愈心灰，仲主動同老婆交代身後事。治療期間見老婆終日愁眉苦面，每日除咗要照顧佢之外，仲要湊女，喺屋企同醫院兩頭走，令佢覺得非常愧疚，所以佢一定要比以前加倍愛錫老婆。據知沈玉琳喺娛樂圈打拼多年，再加上有投資副業，名下擁有多套房產，總值超過1億5千萬。不過佢坦言冇正式立遺囑，因為覺得冇必要，事關父母都已經離世，喺法律上遺產本嚟就係由妻女繼承。佢笑指筆遺產足夠老婆使兩世。